新年啦，大家大掃除嗰陣記得注意安全，尤其是抹窗嗰時要格外小心啊！萬一冇留意到窗戶已經老化咗，就有機會導致危險發生噶啦。等我今日分享幾個貼士，令你抹窗嘅時候更加順利啦。慢慢打開窗，要小心唔好大力開窗或者夾硬開窗啊！尤其是一啲唔係經常使用嘅窗，如果開窗之前發現窗框有好大空隙，就唔好開窗做清潔啦，因為窗鉸有機會已經鬆脫咗，即刻揾結實嘅繩綁好拉手同窗花位置先，然後盡快預約鋁窗公司進行檢驗，定期檢驗同保養。打開窗之後揾塊鏡仔檢查螺絲、窗鉸、窗鎖、連動桿、窗框等等部件，小心唔好跌咗塊鏡落街啊！定期用適量嘅純潤滑油劑保養佢哋嘅順暢運作。如果有發現變形、生鏽、螺絲鬆脫，就要盡早預約鋁窗公司進行維修啦。唔好挨住窗借力。抹窗嘅時候就切記啦，唔好撳住嗰個窗肉。好多時候就係會有啲工人姐姐啊撳住個窗去抹出邊嘅玻璃，咁其實都係會令到嗰個窗加重咗個負荷嘅。他 Sir 講得非常之啱，因為加重咗負荷，隻窗就有機會變形、傾斜，甚至會有倒塌等等嘅危險情況㗎。新手唔新人，千祈唔好企喺危險嘅位置抹窗，用翻長柄工具同埋做足防滑措施，避免上半身伸出窗。如果有啲位置抹唔到，咪算啦。我抹唔到啊，我要做台啊。安全先至係最緊要。最後，陽光鋁窗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恭喜恭喜！